有心翁立有无？有啦，对不对？但是翁立有无遮悬啦？有野手一个，有啦，真的有啦吼。会特别呢邀请呢，迄半伫台北呢，今仔日要去录迄个什么，要去录民视呢，结果拢搁甲动落来。昨啊，冰冰秀啊，你录有无？伊讲哦，我无时间呢，我若甲你录了，我明仔载都毋免来这场啊。因为伊讲哦，咱甲八公啊做有缘的啦，伊一定爱第一个来到咱的现场啦吼。来，一样呢，我们让我们的志雄哥呢，先跟大家呢问候。好不好？啊，今是咱后八公啊呢，咱会按照理会大好礼记啦。我真啊，祝福咱质量强获得正神，顺利显赫，啊入会了后更加会当安尼咱种连续的，合家平安，大大细细拢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大赚钱。谢谢。谢谢，让我们的志雄哥先带来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我的《诗情风雨》。哦，今年的。